喺2010年嘅前後，市場上嘅魷魚供不應求，價格比上一年暴漲咗1倍。漁業公司當然唔會錯過一個咁好嘅商機啦。但係近海嘅魷魚資源已經好匱乏啦，所以有好多公司紛紛派出漁船進行遠洋嘅捕撈。但係喺呢啲遠洋嘅漁船上邊，船員一踎就係1-2年，而且每日嘅工作強度都好大，所以基本上出過一次海嘅老船員都唔會再上去做第二次㗎啦。一艘漁船要湊夠幾十人嘅隊伍，其實係唔容易㗎。所以當時有啲公司為咗賺錢，一啲冇出過海嘅，甚至冇海員證嘅人呢上船。其中山東省榮成市鑫發水產公司嘅漁船魯榮漁2682號船，呢艘船計劃穿越大半個地球，來到南美洲西太平洋嘅秘魯、智利附近海域進行捕魚作業。公司承諾回國之後俾每位船員4.5萬元1年嘅保底工資。除此之外，每釣到1噸嘅魷魚可以提成400蚊。對於呢啲窮苦嘅年輕人嚟講啊，忍一忍1-2年好快就過去啦。到時可以儲一筆錢返屋企起樓結婚，或者做一啲小生意都係唔錯嘅。大家憧憬住未來嘅日子，喺出發前2個月嘅岸邊準備期，33名船員每日都飲酒打牌吹水，大家都稱兄道弟，關係十分融洽。大家嘴上面都話等出完海返嚟啦，去我屋企啦，我招待你，諸如此類嘅話。當時嘅場景可謂其樂融融，但係冇人諗得到呢次遠洋最終會變成一場血腥嘅魷魚遊戲。2011年11月接船嘅第一日，大家喺船上面打啤牌，直到晚上8點幾。船上面嘅大廚嚴師傅打牌打得一半，突然毫無徵兆咁樣癲咗咁樣大叫：殺人啦！殺人啦！佢居然連續叫咗3到4個鐘，將船上邊嘅其他船員嚇一餐死。佢一直叫到凌晨嘅1點幾，最終被船長大鬧咗一餐先至安靜落嚟。但係冇諗到過咗一陣，嚴師傅偷偷地咁鼠咗出去，大家仲以為佢變返正常出去上廁所。令人意想唔到嘅係，佢竟然砰一聲跳咗入海裡面。嗰日海水嘅溫度好低，而且仲係颳緊大風。大家沿住船邊呢揾咗半個幾鐘頭，終於從水裡面將佢撈咗起身。睇來嚴師傅真係精神失常，冇辦法再出海啦。於是就叫人將佢送返屋企啦。於是佢哋揾咗一個叫做夏其勇嘅大廚頂替佢出海。嚴師傅就咁鬼使神差咁樣逃過咗一劫。而呢個夏其勇後來成為咗呢單血腥慘案嘅導火線，亦都係第一個死者。2010年12月27號，魯榮漁2682號船滿載住33名船員，向東開始朝住地球嘅另一端秘魯海域航行。喺呢度為大家介紹一下，船上邊33名船員大致可以分為3個幫派。實力最大嘅係船長李成權為首嘅大連幫。大連幫嘅成員基本上都係李成權嘅親信，其中好多人之間呢仲有親戚關係。呢班人呢亦都喺船上邊擔任住管理職位，比如大副、副二中、二副黃永波、輪機長溫斗、溫斗嘅叔伯兄弟溫密、臨時頂替嘅大廚夏其勇等等。呢幾個人個名大家唔使記嘅，只要知道佢哋嘅大佬係船長李成權就得啦。除此之外，第2強嘅幫派係以包德格吉日湖為首嘅內蒙幫。可惜喺網上邊我哋揾唔到包德本人嘅圖片。內蒙古幫雖然人比較少，但係佢哋非常之團結，而且佢哋傾偈嗰時用嘅都係蒙古話，其他人都聽唔明。第3係以劉貴奪為首嘅黑龍江幫，成員大多數都嚟住黑龍江，有個別呢嚟住東北嘅其他地區。從圖表上嚟睇啊，貌似黑龍幫嘅人比較多，但係佢哋互相之間都唔熟，只不過係普普通通嘅打工仔。
後來因為迫於無奈，先至團結喺劉奪貴嘅身邊，咁樣子先形成所謂嘅黑龍江幫。因此黑龍江幫嘅實力初初呢係低於內蒙古幫嘅。除此之外，仲有幾個保持中立、冇明顯歸屬嘅打工人，例如25歲剛剛大學畢業嘅馬玉超。漁船航行2個月之後，2011年2月2號大年30，呢班船員用海事衛星電話同國內嘅家人拜年報平安，仲話佢哋嘅年夜飯十分豐盛，有8個餸等等。可以睇得出當時船上嘅氛圍呢都係比較和諧嘅。到2月底，漁船開到秘魯海域，大家開始正式工作。其實釣魷魚就冇乜技術含量嘅，夜晚將魚鈎沉到海裏面，晚黑用燈一照啊，啲魷魚就會自己上釣噶啦。3個月之後，劉貴奪釣上嚟嘅魷魚係所有人之中最多嘅，有13800幾斤。睇得出呢個年輕人做嘢非常勤力，而且頭腦亦都好靈活。之後幾個月，船員們做嘢都好辛苦。慢慢咁一個傳言喺底層嘅船員之中傳開咗，話佢哋俾公司欺騙咗啦。講好咗1年保底工資45000加上提成，實際上合同嘅內容係你釣1斤魷魚就俾你2毫5，45000蚊除以2毫5，相當於你要釣滿18萬斤魷魚，先至可以攞到45000蚊嘅保底工資。等於呢個合同裏面呢就有套路嘅。劉奪貴嘅頭腦係所有人之中轉得最快嘅。喺上船之前買咗160條煙，留住嚟慢慢吸。但係劉奪貴好窮，佢嘅煙錢呢都係問嚟借嘅。佢心裏面諗，辛辛苦苦做2年嘢啊，可能連煙錢都還唔上。更何況喺船上邊嘅開支都係要計數嘅。一開始大家仲互相安慰，覺得呢個肯定係謠言。認為英法水產公司係一間大公司，應該唔會欺騙員工。後來佢哋先至慢慢發現，原來自己真係俾呢間公司呃咗。劉貴奪第一個企出嚟揾船長李成權溝通，要求提前回國啊，唔想再喺船上邊做嘢啦。諗唔到呢個合理嘅訴求遭到船長嘅嚴厲斥責。船長表示，就算佢哋唔想做都要做，因為呢，佢哋冇船員證。其他船係唔敢接佢哋返去嘅，擅自返去就算作偷渡，無論如何都唔俾佢哋提前返去。冇諗到呢間黑心公司為咗節約成本，招呢啲冇船員證嘅打工人上船。呢個違規違法嘅行為啊，而家竟然成為咗威脅船員嘅手段。劉貴奪就揾其他船員商量，回國之後要揾律師起訴呢間公司，攞返屬於自己嘅工資。但係佢後來先知道，原來公司同佢哋簽合同嗰陣用嘅係虛假嘅公章。佢哋事實上相當於一群被困喺海上邊嘅黑工。船長李成權以至自己手下多非常之霸道。佢警告呢啲船員，如果唔聽話嘅話呢，就將佢哋掉入大海裏面。到時候回國一口咬定話唔知道，呢班船員都冇辦法追究。恐懼、不安、夢想嘅破滅同埋對前途嘅迷茫，充斥住底層船員嘅心裏面。果然喺之後嘅幾個月，呢艘老榮譽2682號先後出現咗4次血腥嘅屠殺。時間來到2011年6月16號出海第171日。以劉貴奪為首嘅黑龍江幫聯合包德為首嘅內蒙幫，決定奪船，取得控制權之後，逼船長回國。一齊行動嘅成員有黃金波、姜曉龍、劉成建、黃鵬、雙喜等人。6月17號晚上，行動嘅船員持刀衝入咗船長室，威逼船長李成權返航。李成權迫於無奈，用衛星導航設備調整咗航線返航回國。其他大連幫嘅成員都冇嚟硬嘅，只不過係紛紛勸解，想返屋企我哋都唔使咁樣噶。想返屋企嘅話，大家可以商量。
喺呢個時候，劉奪貴同佢嘅船員嘅訴求，只不過都係想返屋企啫，並冇諗到要殺人。按道理嚟講，呢個時候只要大家達成一致，相安無事回國就得啦。但係冇諗到一個人嘅出現，改變咗呢一切。就係嗰位因為前任精神失常而替補入嚟嘅大廚夏其勇。佢聽講船長同埋佢嘅手下被劫持咗，咁仲得了嘅？佢攞起菜刀啊，就想去救船長。夏其勇平時就以住自己係船長嘅人，對住其他船員都係呼呼喝喝，私底下其他人都好驚佢。可惜呢一次佢高估咗自己，錯判咗形勢。夏其勇衝入船長室之後，姜曉龍即刻喺佢後邊插咗兩刀。夏其勇轉身反抗，但係被鐵棍打斷咗左腳。姜曉龍之後又連續插咗佢幾刀，同時劉奪貴亦都過嚟補刀，並且指揮其他人將夏其勇嘅屍體掉入大海。夏其勇嘅死徹底改變咗呢次劫船事件嘅性質，亦都令剩低嘅32名船員心態起咗變化。之後劉奪貴仲好似變咗一個人咁樣。目前參與行動嘅船員基本擴展到黑龍江幫、內蒙古幫嘅全體成員，劉奪貴係佢哋嘅首領。當然內蒙幫人呢都係只聽佢哋大佬包德嘅話。為咗防止船長手下嘅大連幫有人反抗逃跑，佢哋收走晒所有嘅鋼刀，仲將救生筏用鋼筋綁死，每4個人一更，輪流看守。佢哋按照航程一路向西，如果一切順利嘅話，只要50日就可以回國啦。之後嘅10幾日，大家表現得都好輕鬆，唔使做嘢，每日食飯打牌傾閒偈。如果返到國內有人問起夏其勇去咗邊，大家就夾好口供，話佢做嘢唔小心跌到海裏面浸死咗。2011年7月20號出海嘅第205日，喺呢段日子裏面，劉奪貴嘅疑心病越嚟越重啦。佢非常擔心大連幫反抗。喺呢幾日啊，佢哋懷疑輪機長溫斗同埋其他忠於船長人破壞船上邊嘅設備。就喺呢個時候，船員薄福軍跑過嚟向劉奪貴告密。佢話溫斗要造反，仲拉埋佢一齊嚟。告完密之後，佢仲替溫斗講咗幾句好話。但係劉奪貴決定先下手為強啊，將溫斗等人進行殺害。當晚劉奪貴組織手下開始行動。佢哋先用船上邊嘅高音喇叭播放音樂，用來掩蓋殺戮嘅聲音。黃金波將溫斗叫出嚟，呃到駕駛室。隨後姜曉龍等5個人進入宿舍，先將佢親戚溫密殺害。等溫斗返到房間之後，佢哋將佢亂刀捅死。將溫斗、溫密2個人嘅屍體掉入大海之後，佢哋又用相同嘅方法將劉剛、岳鵬先後呃出嚟，然後亂刀捅死，再將佢哋掉入大海。幾分鐘之後，劉成建同埋包剛持刀衝入宿舍，各自向義父黃永波插咗一刀。瞓緊覺嘅黃永波跌到地上面。呢個時候，劉奪貴行到黃永波面前，得戚咁講：呢個唔係義父咩？你點解瞓喺地下嘅？而且佢每講一句話就捅黃永波一刀。第二日朝早，姜樹濤亦都被殺害，掉入大海。而陳國軍直接被劉奪貴推咗入海。當晚吳國軍被插咗一刀，佢走投無路，被逼跳入海裏面。除此之外，之前向劉奪貴告密嘅薄福軍，因為告密嗰陣為對方講咗幾句好話，劉奪貴對佢嘅忠心起咗懷疑，於是決定亦都將佢殺害。劉奪貴分配俾梅林勝、黃鵬各人一把尖刀，強迫佢哋都參與到殺人之中。薄福軍被呢2個人捅傷之後喺船邊流血不止。劉奪貴一腳將佢踢入大海裏面。行兇之後，大家發現與世無爭嘅馬玉超消失唔見咗。佢哋揾遍咗成艘船，都見唔到佢嘅蹤影。應該係馬玉超見到船上邊嘅殺戮，內心崩潰咗，直接跳入大海自殺。
得知馬玉超跳海之後，劉奪貴向眾人講：佢點解跳海嘅？我都冇打算殺佢。馬玉超係我嘅人，係我嘅臥底。究竟馬玉超係唔係劉奪貴嘅臥底，定係劉奪貴講出嚟嚇人嘅呢？已經冇人知道啦。到呢度，第二輪殺戮結束，大連幫基本上被屠殺殆盡。但係出人意料嘅係，船長李成權卻幸免於難，佢繼續俾人哋看管住。依家船上邊嘅所有船員都冇安全感，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會成為下一個被害者。喺呢度為大家讀一段姜曉龍同埋段志芳嘅對話，大家就可以理解當時船員嘅心理啦。姜曉龍對段志芳講：心理壓力唔好太大，冇諗住要殺你啊，大家都係朋友。話唔定有一日連我自己都會被掉落海，可以幫到忙嘅，我一定會幫你嘅。段志芳回覆佢講：你哋咩時候想殺我，提前講俾我聽就得啦，我自己跳落海就得啦，唔需要你哋喐手。原本仲有10幾日就可以返到屋企，但係剛剛嗰場殺戮令到劉貴奪等人知道，佢哋再都返唔到去啦。失蹤一個人你可以話佢唔小心跌落海，但係失蹤11個人，你點樣去解釋呢？劉貴奪決定偷渡到日本，佢聲稱自己喺日本有朋友，可以幫大家辦到假嘅身份證。劉貴奪要求所有嘅船員同屋企人打電話，以生病為理由，每個人喺屋企攞5000蚊，全部打到劉貴奪嘅銀行卡，用嚟作為登陸日本之後嘅費用。呢個舉動令到好多船員，包括黑龍江幫內部船員產生不滿。畢竟嚟到船上面打工嘅人都係窮苦人家，可以喺屋企度輕鬆攞到5000蚊嘅人並唔多。呢個時候喺魯榮漁2682號船上邊，劉貴奪可以話係說一不二嘅大佬。但從派系嚟講啊，佢嘅黑龍江幫同埋包德領導嘅內蒙幫形成咗一個微妙嘅平衡。熟讀歷史，尤其係亂世歷史嘅朋友，應該可以感覺到呢種微妙嘅平衡通常都唔會持續太耐。雙方之間互相嘅恐懼同埋猜疑，好快就會爆發出劇烈嘅衝突。咁就睇邊個先喐手啦。7月24號嘅下午，內蒙幫嘅首腦包德揾到劉貴奪嘅親戚黃金波，同佢講：劉貴奪只會帶佢哋大連幫嘅幾個親信到日本，其他人啊，遲早都會俾佢哋殺死。包德想請黃金波作為內應，佢哋要先下手為強，先將劉奪貴殺死。黃金波回覆講：劉奪貴呢個人無情無義，佢仲叫我屋企人打錢俾佢。好嘅，咁我就同你哋一齊做啦。包德以為自己計劃會成功，但係冇諗到黃金波一返到去就向劉貴奪告咗密。於是劉貴奪決定對內蒙幫進行清洗，但係內蒙幫6個人非常之團結，而且都住喺同一間屋裏面。如果要火拼嘅話，劉貴奪嘅黑龍江幫未必有十足嘅勝算。剛好最近一直保持中立嘅崔勇、段志芳為求自保，頻頻向劉貴奪示好，亦都打算加入佢嘅團伙。此外，劉貴奪仲諗起一直被關注嘅船長李成權。劉貴奪揾到李成權，要求佢加入自己。劉貴奪知道李成權同埋被害嘅黃永波關係最好，於是佢呃李成權話黃永波係包德殺害嘅。最後船長李成權同意加入劉貴奪嘅團伙。吸收咗呢3個人之後，劉貴奪決定喐手剷除內蒙幫。劉貴奪要求雙手未染過血嘅李成權同埋崔勇要立投名狀。佢要求李成權同埋崔勇用刀斬向包德嘅頭部。因為對呢2個新入伙嘅人唔放心，劉貴奪甚至安排咗黃金波同埋劉成健喺旁邊監督。包德被斬咗幾刀之後，佢大聲咁叫救命啊！但係呢個時候，宿舍裏面嘅另外5個內蒙古成員冇一個敢出嚟幫手。重傷嘅包德被劉貴奪等人逼住跳咗海。隨後內蒙幫剩餘嘅5個人當然亦都難逃一死。邱榮華、單國喜被點名從宿舍叫咗出嚟，佢哋2個人被要求跳海，所以被迫無奈投海身亡。戴福信、包寶成、雙喜3個人一開始只不過係被看管起身，
但係冇幾耐之後，亦都被要求跳海。到呢個時候，內蒙幫6個人全部遇害。一日之後，即係7月25號，魯榮漁2682號船艙入水，船體發生咗傾斜。檢查之後發現海底總閘被人為咁打開咗。目前幸存嘅船員裏面，只有黃延龍能夠打開總閘，但係呢個時候眾人發現黃延龍已經失蹤咗。應該係佢想同所有嘅人同歸於盡，打開咗總閘之後跳海自殺。無奈之下，劉貴奪打開通訊設備，發出咗求救信號，並且命令大家製作逃生嘅木筏，備足乾糧，準備棄船。就喺呢個時候，剩餘嘅大連幫4人傅義忠、丁玉文、龔學軍、宋國春4人趁眾人不備，坐上咗自製嘅救生船，離開咗魯榮漁號。離開魯榮漁號10幾米之後，傅忠義向住劉奪貴等人大叫：你哋仲要繼續殺人，我哋唔返去啦！劉奪貴喺甲板上邊激到向佢哋大聲咁叫啊，叫佢哋快啲返嚟。但係木筏越飄越遠，最後只剩低拳頭咁大，漸漸咁樣消失喺眾人嘅視野之中。劉貴奪坐喺甲板上邊垂頭喪氣。呢個時候，船員發現唔再往下沉，船艙雖然入咗水，但係唔係特別嚴重。但係呢艘船已經喐唔到啦，只能夠等待救援。劉奪貴同眾人商議回國之後要將殺人嘅罪行全部推到呢4個坐船逃走嘅人身上，就話佢哋4個人殺完人之後潛逃咗。但係萬萬諗唔到，一陣海浪過嚟，將剛剛逃走嘅4個人嘅木筏又飄到去魯榮漁呢邊。呢4個人嘅命運可謂倒霉到極點。喺前面等待佢哋嘅係李成桂嘅血腥報復。當逃生嘅木筏靠近漁船嘅時候，船長李成權命令船員向呢個木筏掉鐵鈎，4個人就跌到水裏面。姜曉文攞起魚叉跳到木筏上邊，向丁玉文刺過去。傅義忠、龔學軍、丁玉文3個人喺海裏面抱成一團，好快就沉落去死咗。剩低宋國春一個人離船比較近，一直向大家求饒。劉奪貴唔出聲，冇人敢救。最後劉奪貴睇住水裏面嘅宋國春，淡淡咁講咗一句：拉上嚟啦。呢個時候，船長李成權對劉貴奪講：救援船好快就到啦。呢艘船上邊只有段志峰同埋項立山，冇殺過人，佢2個點算啊？項立山聽到呢句話，攞起魚刀捅向宋國春，想主動立一個投名狀。劉貴奪阻止咗佢哋，佢話將佢哋綁起身掉落大海得啦。於是項立山、段志芳剝咗宋國春嘅救生衣，將佢5花大綁，而且喺佢身上邊綁滿咗鐵塊。宋國春不斷咁求饒大家用咗5分鐘先至將佢掉咗落海裏面浸死。到呢度為止，大連幫除咗船長李成權之外，其他人全部身亡。喺等待救援船嘅過程中，劉貴奪、李成權編造咗包得呢班人殺咗船員，然後坐木筏逃走嘅謊言，而且要求剩低所有嘅船員都要背熟。劉貴奪仲記得所有船員嘅屋企住址，揚言如果邊個交代咗真相，佢就要揾到呢個人，然後殺佢全家。當救援船到達，佢拖住魯榮漁號回到港口，船上邊嘅船員內心五味雜陳。黃金貴同埋黃鵬仲經常偷偷地喺紙上邊寫啲嘢，然後接成紙飛機掉到海裏面，俾劉貴奪睇到之後，將佢哋2個人鬧咗一餐，話佢哋2個係咪有病。2011年嘅8月13號，大雨滂沱。魯榮漁2682號時隔229日，終於回到陸地。漁政船將佢哋拖到石島碼頭。喺落船嗰陣，唔知佢哋之中邊個人喺門上邊寫低勝者為王，敗者為寇嘅句子。一落船，20-30名武警將佢哋5花大綁，押上咗一部大巴。大巴冇開幾遠，突然間出現咗10幾台警車。呢11名船員分別被11台警車帶走，分別單獨進行審訊。
劉貴奪編造嘅謊言喺警察面前不堪一擊，11名船員共同陷入咗囚徒困境。交代事實真相係遲早嘅事，黃金波係第一個交代嘅，佢為嘅係爭取寬大處理，但係面對咁多條人命啊，就算係自首都變得蒼白無力。2013年7月19號，山東省文登市人民法院作出判決，劉貴奪、李成權、姜曉龍、黃金波、劉建成5人判處死刑，黃鵬判處死刑，緩刑2年執行。馮興賢判處無期徒刑，梅林勝、崔勇判處有期徒刑15年，項立山有期徒刑5年，段志芳有期徒刑4年。喺看守所等待死刑期間，劉貴奪同另一個死刑犯困喺同一個監倉裏面，佢鼓動對方同自己一齊越獄，但係冇諗到對方轉頭就將佢舉報啦。劉貴奪四肢被固定喺床板上邊，固定咗4年。4年後嘅2017年，劉貴奪等人被執行死刑。原本以為自己可能會被判無期監禁嘅段志芳，聽到話判佢4年之後，非常之意外，當庭表示唔上訴。而我哋今日之所以能夠了解到魯榮漁2682號船上邊咁多嘅細節，都係因為記者杜強老師喺2014年段志芳出獄之後，到東北某小縣城登門拜訪段志芳，喺段志芳嘅口述之下，寫低咗呢篇曾經轟動一時嘅報告文學《大屠殺親歷者自述》，回顧魯榮漁2682號漁船上邊嘅慘案經過。我哋大概可以梳理出嚟一個基本嘅脈絡：勢力最弱嘅劉貴奪、黑龍江幫，聯合實力較強嘅內蒙古幫，先搞掂咗船長嘅大連幫，跟住落嚟又聯合船長幫嘅剩餘勢力同埋中立分子，做低咗內蒙古幫，最後又清洗咗所有嘅潛在威脅同埋不忠心嘅勢力。回顧整個案件嘅經過，令我諗起咗好多歷史上嘅亂世，尤其係南北朝時期，因為喺亂世之中，大家信奉嘅係叢林法則。回顧整個案情，劉貴奪等人嘅瘋狂行為，會令到大家懷疑，唔通呢個世界上真有天生嘅惡人，或者話佢哋係帶住犯罪嘅基因。我認為事實上唔係咁樣。根據事後相關人士嘅回憶，劉貴奪當過兵，而且非常孝順父母。佢女朋友呢亦都認為佢係一個非常好嘅男人。其他船員回憶，佢聰明勤奮，比一般嘅人都捱得苦，係所有人裏面最做得嘢嘅一個。當然，我唔係為兇手洗地。劉貴奪所犯嘅罪行，槍斃10次都唔為過。但係大家有冇諗到一個問題？如果呢間公司可以誠信經營，按照講好嘅每年45000蚊嘅保底，再加上釣1噸魷魚嘅提成，其實呢個收入已經好少啦。如果唔係窮到一定嘅份上，其實係冇人願意做呢啲咁辛苦嘅工作嘅。就算係咁簡單嘅條件啊，呢間公司居然都唔願意俾，居然仲要佢哋，而且仲要用假合同、假公章，想逼呢啲年輕人喺自己船上邊度做2年咕喱，咁缺德嘅事情佢哋都做得出嚟。呢班船員只不過係想老老實實賺啲小錢就心滿意足啦，但係呢間公司仲要將佢哋壓榨乾淨。有傳言話呢間公司為咗利益最大化，喺劉貴奪等人未宣判嘅時候，就已經整好咗呢艘魯榮漁2682號船。佢哋將呢艘船改咗個編號，然後再次派佢出海捕魚。如果船上邊嘅船員知道呢艘船過去嘅恐怖歷史，唔知佢哋心裏邊會點諗呢？對呢件事有所了解嘅網友，經常都會討論一個問題，就係假如自己喺呢艘船上邊，應該點樣做呢？要點樣先至可以成功生存落嚟？我覺得呢個問題係冇解嘅。就算係求生大師貝爺嚟到啊，都好難全身而退啦。落嚟嘅11名船員裏面，段志芳嘅結局係最好嘅，佢只係被判咗4年。根據段志芳嘅回憶錄嚟睇，佢自己並冇乜嘢過人之處。佢之所以能夠生存落嚟，係因為劉貴奪一直當佢係小弟，對佢比較關照。
連強迫嘅殺人，亦都係最後喺船長李成權嘅慫恿之下先做嘅。由此可見，叢林法則嘅社會有幾咁可怕，每個人都生活喺恐懼之中。一個文明有秩序嘅社會，先至係對所有人最重要嘅保障。最後一個問題，喺漁船出發之前，大廚嚴師傅點解會突然間精神失常，大叫殺人啦殺人啦，而且喺最後一刻俾夏奇勇替換咗，成功逃過咗一劫。呢一點係常理冇辦法解釋嘅，因此十分離奇恐怖。以上就係老榮譽2682號嘅故事，多謝大家，我哋下一期見。